早晨啊，我係阿 Sam，又係精神啲做運動啦。OK 嚇，好坐前少少先，我哋又係伸直腰放鬆喎，唔好忘記 OK 嚇。兩隻手咧攞嚟前邊啊，我哋嚇雙手好似手心相對嚇，我哋可以拍手咁樣彈動式，好快速嘅嚇。整個手臂喐喎，唔係淨係前臂喐喎，係成個手臂喐。OK 嚇，使唔使拍得響咧？咁都唔使嘅嚇，盡可能快少少彈動式。OK 嚇。好，來回咧20至30次左右啦，自己數啦 ，OK 啊，好哦，哈哈，會膊頭會攰攰地正常嘅嚇，我哋做兩邊啊嚇，兩邊咧攤開手得噶啦嚇，同樣咧都係小幅度咧，你見到咧好似拍翼咁咯喎嚇，個手腕咧唔好放鬆，唔好軟晒嚇，固定住佢嚇，個膊頭咧就會攰攰地正常嘅嚇，唔好鬆肩去做嚇 ，OK 嚇，個手臂喺度喐嚇，彈動式嚇，肩關節嘅穩定性嘅訓練喎，呢個係嚇。好嗱，唔好閉氣下，好，停一停先，哦，深呼吸一下，跟住兩隻腳咧就分開少少咁多下，我哋偏前有少少坐係咪嚇？兩隻手咧喺前面咧好似撥水咁喎嚇，唔使掂到地下嘅嚇，嗱個身咧傾前少少，兩個手垂低啦，好似兜啲水上嚟咁啦嚇，呢個咧係腰背脊嘅喎嚇，隻手咧唔使點樣去係一啲特別動作唔使嘅，個身傾前。跟住上翻嚟坐翻直嚇，隻手同時間隨即遞起啦嚇，遞到幾高咧冇乜所謂嘅，呢個係形式嚟嘅啫嚇，隻手部分就係 OK 啊，因為手都有重量噶嘛係咪？咁所以個身傾前嘅時候咧，上翻嚟咧，咁就係個腰背脊咧就會運動咗啦 OK。好嗱，兩隻腳咧 keep 住分開咯喎嚇，我哋兩隻手咧扶住張凳先喺後邊，一隻腳嚇喺外邊攞出嚟嚇，45度個角啦係咪嚇？指住下2點鐘方向，如果有腳嘅話，好啦，跟住落翻嚟。再做同一邊腳來回做先你會好容易會做到咧，就係咩咧？大髀唔喐啦，跟住小腿向前踢啦，係咪？好，5至10次之間就夠噶啦。跟住另一邊腳攞起佢，跟住點地下，我哋叫做即係點一點地下，點一點地下就可以踢翻起噶啦，係咪好唔係揼地嘅喎個小腿來回向前踢就得噶啦。好，停一停先托翻埋隻腳先，深呼吸一下 ，OK 好。攰就休息下口乾就要需要飲水 ，OK 好，聽日我哋會繼續出片嘅記得訂閱我哋頻道撳通知個鐘仔嘅時候咧，你收到通知咧，聽朝我哋朝頭早再見面，一齊做運動啦。